用500基丁管結合機械裝置，打造出台灣水路全台上水山林頂座、龍徛光座、空山座，以山林好環做測定主題，邀集國內外藝術家創作14組裝置作品，開店到大，吸引超過4萬人次參觀。台南市大家長黃偉體手提大型發光 USB， 替活燈港頂座架開序幕，主頂是天馬秀，呈現自由佮活潑的美年象徵，也佮用燈光展現放蜂仔炮的熱鬧場景，結合藝術、科技佮在地基地，以展望未來鹹水的光景做主題。三大展區總共有60組作品，民眾的反應都非常的好。2月7號、8號2天，一共湧入了3萬多的人潮進來。那目前呢，預估今年月津港燈節的參與人數應該有機會破100萬。這個都是映照非常台南小鎮，而且台南古色古香的這個非常漂亮的景點的地方。2026新營坡光節嘛正式啟動，以光之夢為測定主題，頭擺甲台灣原創 IP 合作，甲天鵝湖變成大型浸水式雕像，甲活燈港頂座互相呼應，帶動溪北地區觀光人潮。觀光旅遊局嘛特別推出台南行春網站，整合超過100項春節活動，包含展覽啊、表演啊、燈會啊、花海導覽，還有各種交通資訊跟寺廟的年節活動。那其實台南春節活動呢很多元之外，除了有千島博物館的埃及展已經開展了，還有我們 Pokemon Go Tour 的彩繪色台呢也在過年會來登場。台南的春遊相當精彩，提供清楚好查詢的旅遊指引，讓旅客攏會當真緊找到符合需求的行程安排，體驗城市魅力。台南新聞社會採訪報道。